有着百貨業者獨家引進的專櫃品牌，趁着年中慶的活動，祭出上優惠的折扣。這是深受學生佮年輕族群喜愛的百貨業者推出的年中慶的活動。業者結合了全支付，除了滿清300，另外還佮結合附近的飯店、汽車品牌等，舉辦滿額抽獎的活動，總價值超過25萬以上。在整個檔期當中啊，我們單筆消費滿1000元的部分，可以參加全館的抽獎。那這次的獎項其實是非常豐富的。那第一個的主要的頭獎是洪嘉騰的電動自行車。那再來呢，我們也跟周邊的品牌店家來做一個串聯的動作。那這個串聯主要的用意呢，是希望喚起所有台南在地的民眾呢，對於台南這些品牌跟好玩有趣的地區的一個情感的連接。那就是年輕人喜歡的贈品，都在這次的抽獎當中，就是我們有提高它的魅力度，還有就是中獎的名額，大概有到100名可以中獎的名額這樣子。另外，在年中慶期間，業者嘛規劃一系列的假日活動，有音樂的演出、市集，佮運動賽事的直播等。民眾只要摕着館內消費的發票，就會用免費來兌換餐飲佮贈品。在這個期間呢，我們的消費明細發票不限任何金額的這個明細都超好用，因為在假日呢，在這個假日，我們可以憑不限金額的消費發票就可以兌換免費的啤酒，對。那以及呢，在下一個假日，我們可以免費的兌換，就是點心，像雞蛋糕啊、香腸等等的這個部分。對，那以及想要兌換賓士 KTV 的續時券，或者是我們館內的優惠券，都是憑我們的不限金額消費發票，都可以來參加這樣子免費兌換的活動。我們年中期間呢，憑台南市身份證或者是學生證，到我們的1樓服務台出示，就可以免費兌換1張100塊的活動券。那在這個期間，我們就是整個要讓 Focus 打造出好好玩、好好買這樣子的氛圍。對購物回饋、美食娛樂到城市的觀光體驗，業者在年中慶期間，除了祭出相關36%的回饋，8項好禮抽獎，佮指定專櫃加碼送頂，活動到6月28。希望帶動熱天佮端午假期消費的熱潮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